微博文化交流之夜澳門站官宣啟動，以海外加盛典新模式打造中外對話新方式，賦能澳門國際文化交流新場景。澳門站頂檔2026年4月11日，打造年度開篇國際盛典，預計活動時長約180分鐘，現場規模預計達1萬人加。澳門站將以更具國際辨識度的舞台表達，與多平台傳播矩陣，打造年度開篇盛典，推動澳門成為連結海內外人群與文化話題的關鍵節點。哇！好緊張，究竟這11位嘉賓是誰？微博文化交流之夜微博網頁懸念開啟，猜猜他是誰？第一波神秘嘉賓已就位，線索藏在路牌裏。你們嘅金睛火眼能最先識破所有謎底嗎？而我是樂樂，就這認出第11位是誰，是 TVB 歌手張雨晨。你們就去微博文化交流之夜網上測測他們是誰，還好有趣。關注這個主題星聚濠江，友聯四海。請你們也關注訂閱點讚本頻道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們出片嘅動力。